再来看台北市重庆北路3段一个围绕道景的建案，附近一寡徛家厝必顺哦，门阁关袂起来。自豪是讲影响建商有台北市政府的建管处定情，也毋过大家拢无要无紧哦，质疑讲市政府包庇建商。相片边仔厝咯，中啊托起来哦。 真清楚看到徛起地面碰起来，不止大门无法度关，壁面也出现严重的裂缝，涂骹也出去，好住户真烦恼，这期甲附近的建案时间有关系。基台大地建案，和附近民体帮助顶进社会。台北市重庆北路3段原后本昌围路道景建案，也表出严重林损，附近住户指控建商涉嫌违法粗暴施工，向建商反映，反倒被抢，真害去归期斗阵道景，转向台北市府建管处定情1年半，市府说是消极处理。你竟然没有依法事先挂上拆除告示牌，周知临防。 然后拆除施工期间完全没有监测，你没有做防护措施嘛？针对建商施工进行的现况鉴定报告、施工期间检测报告、村的资源成分监视影像、施工日志，按法规应该提供给附近的住户，啊，不过住户到即马唔是无摕到，若无就是资料欠缺，亲像呈现逐工施工过程的施工日志，住户捌伫协调会看到完整的相片，事后煞收到减少的资料。 这期市府协调隐瞒关键事情，没有好几本啊，因为当初也只有1本而已。怎么会只有1本？现场那个我们在场的住户10几个人都看到，你就坐在对面在那边翻。有照片吗？有啊，那照片厚厚的好几本啊。已经有超过这个1/200的倾斜率这一块，好，那这个技师他鉴定报告里面判定说是原有。 好，这个标的物的倾斜值，这个技师他做出这样子的鉴定结论，好，那他的科学的依据是什么？包含土木技术工会林损鉴定报告也比这期违反规定，将厝期的责任撒给住户。住户批评台北市府包庇建商，毋捌对建商有害行为开发或者是列管。营建署表示，建商应该确认安全才用施工。 立委要求工程会调查技术是不是违法，营建署也调查台北市府是不是依法行政，好住户唔通活伫放立的惊吓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